教育部今日开始举办2天的人工智慧节 AI Day， 其中有企业是开发新长者语言系统，替新长者解决沟通的问题。新长者拍字参难沟通，但是正开时间，即马有新创公司开发基因系统，新长者出声就会当来表达。比如说中风后脑性麻痹、帕金森氏症、渐冻人等等，他们的声音的特质，我们就会帮助他做客制化的学习。我就可以吃东西。什么时候可以吃东西？新创公司表示，全台湾中度至中等度讲话无清楚的国音障碍者有约40万人，这套系统会当辅助因来沟通。另外，人工智慧 AI 科技嘛通用伫消防。消防人员救灾入火场，外口的人上惊唔知影内底发生什么代志。即马有科技业者研发变言系统。内底消防员的动作用感测器传出去，互感测的人会当通知影火场发生什么状况。你在走路，你在蹲下，你趴下，你不动，我都在边缘运算的时候都帮你运算好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及时的知道你这消防员在干什么。屏东县消防局表示，这套系统伫明年初会开始予部分消防员来使用，到扩大范围。即个伫台北上山现场有100间的业者参展，互民众了解目前人工智慧运用伫什么层面。记者点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